Hello，大家好，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哋嘅中文直播間啦。環球股市星期一，今日咧就除咗我之外啦，就今日有我同事啦，Nicky 啦，朱紅小姐。咁我轉頭咧，我哋兩個咧就住呢個港股啊、近況啊等等一啲嘅話題啦，就同大家分享下。美股方面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到咧就梁偉基先生 TF3 創辦人同埋資深美股專家阿 Gary Sir。轉頭咧就 Gary 就會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方面嘅一啲嘅題材啦。好啦，咁就由我先開個頭先啦。咁就不知不覺啦，我哋已經去到即係5月嘅下旬啦，即係都雖然未夠話即係半年結啦，咁但係都相差不遠嘅。見到咧港股嘅近排嘅情況咧，其實咧就一半半啊，即係有啲人就話原地踏步又好，或者短期嘅嗰個技術走勢咧就稍為轉弱咗少少。咁你睇翻咧，其實咧當然就之前中東嘅一啲嘅事件就喺2月底爆發啦，然之後3月延續落去咧，對於全球嘅市場咧都造成咗一個都唔細嘅一個影響啦。去到4月咧，雖然咧就事件未結束，咁但係就起碼即係嗰個狀況相對穩定翻啲。其實當月咧就即係上個月我講緊啦，就恆指咧就反彈咗接近1000點嘅嚇，980幾點。但係咧就始終咧你見到咧冇法子啊，即係去到上個月底咧，亦都冇法子企穩喺26000啦。其實去到近排咧都係喺26000嘅，即係上下方啊，即係上落嘅。當然就都有相當一段時間即係企翻上26000嘅上面。但係咧有時咧就見到譬如近排亦都係啦，又開始即係回落翻嘅。近期嘅當然其中一個即係除咗頭先講嘅一啲嘅即係中東嘅事件之外咧，另外一個相當受全球矚目嘅就係呢個中美兩國元首啊，有一個即係到來華訪問啦。啱啱咧就上個星期咧就結束咗。其實咧就兩個大國咧，亦都相當程度上咧，即係達成咗好多嘅共識。當然個詳細嘅細節啦，我唔喺度即係逐項去講啦。但係嗰個大原則咧，就即係根據中方嗰個所發表咧，就係一個即係兩個會構建一個所謂建設性嘅一個即係穩定嘅戰略關係咁樣咯。入邊亦都有幾個即係核心嘅一啲嘅內容。無論如何咧，就應該話咧，就解讀咧，就雖然雙方唔係話喺即係某啲嘅層面完全係一個所謂即係和解啊，或者係美方譬如之前嘅一啲嘅限制啊等等完全即係撤除咯。但係咧就起碼喺呢個即係一個比較高嘅層面上面咧，就兩邊咧都認為咧係有需要保持溝通。同埋咧係一個相對採取一個緩和嘅一個情況嘅。再落到去呢個即係經貿嘅層面咧，其實咧就舊年嘅兩個元首嘅會面咧就達成咗當時嘅所謂停火1年啦，即係12個月嘅關稅嘅暫緩啦。今次咧基本上咧就個大原則咧就喺原有嘅12個月之外啊，再延長18個月嘅。換句話說，你要話而家係即係2026年嘅中間咁樣計嘅話咧，其實係去到出年嘅年尾嘅。如果按照呢個時間表啊，應該話呢樣嘢咧，亦都咧就對於市場嚟講咧係應該話感到安心啊。至少咧即係當然你好多個細節而家可能未完全敲定啊，同埋即係要睇下即係譬如中方公布咗之後，美方嘅一啲嘅即係其實嗰邊嘅公布嘅説法係點樣咯？但係起碼咧就喺呢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大原則嘅或者大框架嘅前提下咧，其實咧今次咧係取得咗相當嘅成果嘅啊。就當然就即係喺呢個背後咧，而家咧個問題咧就即係似乎好多個統計見到，譬如美國嘅通脹嗰邊有啲嘅即係苗頭啦，呢個可能同呢個即係大圍嘅環境有關啦。
同呢個原材料嘅價格啦，亦特別係石油價格，亦都即係有直接嘅關係啦。另外咧，近期咧聯儲局嘅嗰個新嘅人士咧，亦都咧就塵埃落定嘅嚇。Kevin Walsh 啊，即係新上任啦。咁市場呢度咧，亦都可能係有少少嘅，即係對於成個經濟層面啊各方面啊，亦都有少少嘅即係唔同嘅一啲睇法。咁啊，當然呢度可能有啲其他嘢，我陣間留俾阿 Gary Sir 再提及咯嚇。咁呢度咧就變咗短期啊，就好似頭先所講個市咧反而咧即係無論即係美股又好，港股呢邊又好啊，反而個市咧就即係並冇特別因為我頭先提及嘅即係中美元首嘅會面咧而出現一個即係好急速嘅一個反彈。咁呢度就可能仲要即係繼續觀察一下嚇。咁啊講到呢度咧，我都想交翻個時間俾我同事咧，就Nicky 嗰邊，等佢咧就講下即係由佢嘅嗰個衍生產品嗰個角度啦，睇一個大市啊，近排或者接落嚟嘅一啲嘅情況係點樣。Hello，Nicky 你好啊。你好啊 Peter，Hello 你好。係啊，咁啊係啦，我頭先就開場白啦，就講咗一啲嘅可能即係包括外圍啊，或者港股近期少少嘅嗰個一啲嘅情況啦，或者我唔知你嗰邊嘅角度咧，你有觀察到即係個市場嘅狀況係點樣？係啊，唔該晒 Peter。頭先其實你哋分析都好詳盡啊。咁其實近排個恒生指數嚟講嘅話，的而且確處於一個膠着啊橫行同埋向下咁有少少壓力喺度㗎嚇。咁其實我哋睇翻窩輪市場啦，恒指牛熊證個街貨分佈圖咧，其實都揾到少少揭嘅一啲啟示喺當中嘅。咁睇翻恒指牛熊證啦，咁其實見到近排個資金流方面嘅話咧，見到主要嘅資金咧都係由一啲嘅熊證係流出，咁而且咁當中嚟講嘅話咧，都有成3億嘅資金咧過去個5個交易日啦，我講緊有3億嘅資金咧流入恒指嘅牛證嘅好倉當中嘅，咁即係話即係有唔少嘅投資者啦，咁現階段都係覺得個市可能再回低啲嘅時候咧，就想話有冇機會搏翻個反彈嘅心態喺度啦，我哋咁樣去理解翻個數據啦嚇。咁睇翻啲恒指嘅牛證，而家個重貨區咧，咁其實都係市場比較關注嘅一啲嘅數據嚟嘅，咁都建議翻啲即係投資者朋友啊，去關切啊，留意住呢個數據。咁近排嚟講，見到個恒指牛證下方個重貨區咧，集中咗咧就喺25,500點附近嗰度有成1000張嘅期指合約，咁但係向下數到去到25,200點嗰度咧，即係其實每100點咧都有超過1000張嘅期指合約嘅一個即係街貨個量喺度，咁所以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啦嚇，即係如果個市況即係喺現階段都仲係處於一個唔穩陣嘅一個階段啦，咁見到個市今朝都低開300幾點嚇，再落翻低啲嘅話咧，大家睇住即係25,200點。呢啲位咁，如果買啲恒指牛熊證嘅話，就會建議大家即係攞翻遠少少收回距離啦。咁可能起碼都有個500點以外嘅一啲嘅距離啦，相對就比較安全少少。咁呢個就係大市嘅情況啦。咁喺啲個股方面嘅話咧，我哋就反而喺窩輪牛熊證市場咧都見到啲資金咧都係呢排佢哋揾到一啲嘅新嘅熱點啊，就係啲 AI 相關嘅一啲嘅板塊，或者係芯片啊，或者係啲 AI 大模型啊嚇，或者係啲嘅光纖嘅一啲相關嘅板塊咧，呢一段時間咧其實由今年年頭到依家咧個走勢都非常之亮麗嘅。係嘛？啱啱喺上個星期啦，公布咗業績嘅2大嘅芯片龍頭股啊嚇，咁啊，中芯國際同埋華虹啦，咁啊都公布出一個唔錯嘅一個業績喺度啊，業績增長個幅度啦，都幾理想嚇，咁睇翻整體嚟講嘅話，你會見到譬如喺中芯方面嘅話咧，公佈出嚟嘅業績啦，純利係有大概2億嘅美元啦，增長5%，毛利率咧係20%，就有輕微少少下跌嚇。咁但係華虹方面嘅話，1347咧都見到佢嘅純利嘅情況咧，就係大概係2000萬美元啦。咁啊嗰個毛利率咧反而有個上升增長咗3.8%，係講緊係13% 嘅毛利率。咁所以整體嚟講，你會見到今次即係雖然公布咗業績之後啦，華虹你見到有啲壓力喺度啦，股價由高位回落翻10% 左右，去翻110蚊度啦。咁但係都見到窩輪市場度咧，都繼續有資金咧流入相關嘅呢一類嘅芯片股嚇。咁睇翻啲產品嘅選擇方面嘅話咧，咁其實都建議大家即係因為而家個股價都始終都係近排嘅高位嚟嘅。
係咪？又係講緊由年頭到依家，芯片股個升幅咧都超過40%嘅，咁所以見到如果大家即係揸住股票就覺得呢個位會唔會跟翻個市會有少少回落咧？咁啊，其實大家可以考慮將手上面嘅呢個股票啦，咁啊獲利少少啦，咁啊將一啲嘅利潤。用一小部分嘅利潤咧，就買落去呢類嘅槓桿嘅呢個當中。咁啊，如果個市繼續升嘅話咧，咁亦都可以掟住個倉。如果個市回嘅話咧，個成本亦都唔會太高。咁譬如喺981方面嘅話啦，咁大家其實可以考慮翻一啲嘅認購證嘅選擇啦。咁例如我哋有隻23604嘅 call 輪嘅。咁啊，行使價83個8左右，今年11月到期，槓桿4倍咗緊。咁至於認沽證嘅話咧，981都有大家可以大家參考翻嘅，就係一隻24259嘅。咁行使價咧就係67蚊，今年11月到期，槓桿大概3倍。咁至於華虹方面嘅話咧，都有一對俾大家選擇，因為近排都幾多投資者係比較關注翻呢類嘅芯片股嘅。咁華虹方面嘅 call 輪選擇啦，咁啊可以參考翻隻24790嘅。咁行使價咧，咁啊就係140蚊，咁啊槓桿大概5倍到，今年8月到期嘅。咁至於華虹認沽咧，留意隻28989嘅。咁啊行使價咧80蚊咗緊啦，咁啊今年嘅11月到期，槓桿有3倍。大家可能真係聽到 Nicky 講咗一輪嘴，啲 number 比較亂少少，大家其實可以上翻我哋嘅中銀國際嘅窩輪網站啦。咁其實可以睇翻一個即時嘅一啲啱貼價嘅一啲嘅產品條款嘅。咁我哋嘅產品嘅網站咧就係3個 WBOCIFP.com 啦。咁啊，或者大家搜尋中銀國際認股證都其實可以揾到噶啦。咁啊，另外我都會講埋啦。咁其實另一個市場焦點就係啲 AI 板塊啦嚇，2513啦嚇。咁啊近排個股價升到超過1000蚊樓上㗎啦嚇。咁講緊一手嘅正股咧超過10萬蚊嘅嚇。咁所以見到其實佢嘅相關嘅窩輪都好多投資者去留意同埋追捧嘅，因為始終正股嘅入場費比較高，咁同埋當時即係大家可能考慮翻用翻少量嘅資金嘅話咧，其實都會選擇翻一啲相關嘅有槓桿嘅一啲嘅認購證嘅產品嘅。例如2513方面嘅話啦，我哋有隻28387，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行使價1999蚊，咁屬於今年嘅10月到期，槓桿大概2倍。咁啊至於另外都想同佢講翻，今日好多同大家分享就係嗰個長飛光纖啊嚇，呢隻6869啊，呢隻股票都係近排嘅市場熱點嚟嘅，因為正股嘅股價嘅升幅咧都比較大嚇，升跌幅度每日可能係10% 至以上嘅上落嚇。咁啊相關嘅股票嘅話咧，一手嘅入場費咧都係10萬蚊樓上，所以佢嘅窩輪咧就比較多投資者去追捧嘅。咁啊6869嘅 call 輪可以參考翻隻28691嘅，咁啊行使價300蚊左右嘅，咁屬於今年嘅12月到期。咁槓桿做到大概係2倍。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呢4隻近排我喺窩輪市場留意到嘅市場焦點，都順便提一提啦。因為近排都係啲嘅業績公佈期啊。咁啊，今日啦咁啊有百度公佈第一季度業績啦。咁啊，聽日有 Bilibili 啦。咁啊，星期3有網易啦，星期4有聯想公佈業績。咁啊，下個星期2咧有小米嘅。咁所以大家除咗留意個大市啊，各個板塊嘅變動之外咧，都係值得去關注下近排業績嘅公佈嘅成績如何嘅。好，我嘅分享係咁多，Peter 交翻俾你。好嘅，唔該晒 Nicky 啊，咁啊的確啊內容好豐富啦，各位朋友留意下。咁啊就講美股之前咧，或者我再補充幾句啦。就我而家其實耐唔耐仲有啲老一代股民啊，仲記住即係有一句説話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咁當然呢個講真咧，就可能喺近呢幾年啊，你話係咪好準確啊？呢個咁嘅呢個概括啊，或者歸納啦未必嘅講真啊。不過咧就始終咧5、6月咧就的確有啲人認為咧喺傳言嚟講咧，佢稍為缺乏一啲嘅催化劑。咁一般因為你嗰個中期業績就7、8月啦，咁就亦都即係中間譬如5、6月嗰個政策面啊，或者譬如人大政協兩會，亦都唔係呢啲期間開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其實就仍然啊，即係市場充滿咗好多嘅，即係好似 Nicky 頭先都提及好多唔同嘅因素啊，同埋咧嚟緊亦都即係每個月而家起碼又都有唔少嘅宏觀經濟嘅一啲嘅數據啊等等啦。咁就我相信都唔可以話就咁簡單就話5月一定或者5、6月啦，一定係即係對個市啊不利等等。咁就較早前期恆指都曾經咧就短暫跌穿過25,000嘅大關，咁但係好快就收復翻啦，亦都甚至即係爬翻上26,000嘅即係上方啦。咁啊即係各位不妨即係作為呢一個起碼一個參考，即係就係一個所謂區間嘅一個咁嘅技術性參考。好，咁啊講到呢度咧，我都想交翻個波啊俾
Gary Sir 啊，美股嗰邊。Hello，Gary Sir 你好啊。Hello Peter 你好。係啊，咁啊交個波俾你，美股睇下同各位朋友有啲咩講啦，今次。好啊，不如先講下個市啦，回顧翻呢2個月嘅情況係點樣啦。近呢2個月咧，其實美股咧係圍繞住2個英文縮寫嘅字眼咧去做嘅。嗱，當個中東戰事爆發咗之後，大概3個禮拜到啦。頭先 Peter 係提到啦，去到3月尾嘅時候咧，大家都意會到咧有啲曙光會即係改善到啦。3月尾咧個市咧美市咧作出咗急速嘅反彈嘅。咁後來進入咗談判嘅狀態啦，亦都出現咗膠着啦。咁市場出現咗個新嘅名詞出嚟，叫 Nacho， 即係我哋好中意食嗰啲墨西哥嗰啲嘅粟米片啦。咁係咩意思咧？就話 not a chance, almost open， 即係話傾極咧，應該短期內咧呢個貨業目之海峽咧都唔會開放到噶啦。咁就係大家預期咗呢樣嘢會繼續發生嘅時候咧，個市有理冇理咧繼續升上去。咁另外因為呢個情況咧，標普500同埋呢個納斯達克咧都連續咁創新高。出現咗另一個英文字縮寫嘅情況，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FOMO， 即係咩咧 ？Fear of missing out。好多人咧就驚話，咦呢個市上得咁急，我真係驚會 miss 咗好多機會喎。咁所以見到逢係個市一有少少回調嘅時候咧，即刻有買入嘅一啲買盤湧入嚟咧，托翻個市上去嘅。咁你見到自從3月尾開始咧，其實4大指數裏邊咧有3大指數咧已經係連創新高嘅啦。咁最犀利當然係納斯達克指數啦。喺過往嗰段時間咧，由3月底咧去到依家升咗足足26%啦。第2位咧就係標普500指數升咗17%，羅素2000咧排第3位升咗16%。嗱，道指咧反而就落後得幾緊要啊，只係升咗大概10%到啫。儘管如此啦，個市係咁升啦。有一樣嘢我見到有啲少少危險，就係話咧個市寬唔係太健康嘅，因為你見到咧成個情況咧。嗰個市嘅參與度唔係太高。嗱，睇翻標普500嗰個市寬啦，而家仲係企響股價50天以上嘅咧，曾經50天平均線以上嘅咧，曾經由低位嘅20%嚇，3月底低位20%，最高升到去4月21號嘅差唔多60% 嘅，咁係唔錯嘅。但係後來個市繼續創新高嘅時候咧，呢個咁嘅數字咧不升就反跌，而家去到43%度嘅啫。咁所以要意味着咩咧？個股市係咁升之餘咧，唔係所有股票參與緊，只係得一小撮嘅股票參與緊嘅。咁我哋睇下板塊嘅情況有冇啲即係端倪啦。譬如見到過往嘅30日咧，其實11個板塊裏邊咧，只係得4個板塊咧係有正回報嘅啫。而當中咧，只有3個板塊能夠跑贏標普500，包括咗 IT 啦、資訊科技升咗12%度啦，能源升咗7.6%，通訊服務升咗6.3%。嗱，咁能源升我哋都明啦，因為頭先講過啦，嗰個即係natural 嘅 trade 令到話，咦佢都唔開㗎啦，所以能源價格係咁上啦。咁至於資訊科技同埋呢個通訊服務咧，咁大家都明白啦，就係即係我哋成日講 AI 或者頭先講阿 Nicky 都提到芯片嘅問題，即係關於嗰啲 FOMO 嘅 trade 不斷托住個 AI 嗰個 theme 係咁上去啦。咁我哋好似2月嘅我哋嗰次節目提到啦，雖然當其時咧市場仲擔心 AI 譬如取替軟件啊，或者 AI 嗰啲投資會唔會糖水滾糖魚咧？咁有啲恐慌喺度嘅。但係姑勿論點 ，AI 發展繼續需要大量嘅芯片。咁所以咧，你見到呢段時間咧，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其實升得非常之亮麗嘅。過去30日咧，升咗21%啊，所以係贏晒所有啲大市嘅啦。你亦都見到咧，有幾隻好大嘅芯片股啦，包括譬如美光 Micron 啦，或者係呢個 AMD 啦 ，Advanced Micro Devices 啦。或者 Intel 咧，全部咧喺呢段時間咧升幅超過50% 嘅，而全球最大嘅芯片股 NVIDIA 輝達，我哋都知道啦，亦都咧創咗歷史新高嚇，喺嗰段時間升12%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個市場咧主要係因為呢個 AI 嘅熱潮咧係托起咗。OK， 唔該晒 Gary Sir 啊。咁我都想知道咧，接落去咧，美股嗰度，你認為係即係會點樣走咧？嗱，嚟緊呢個時間咧，我諗我哋都要睇翻有2個 I 字啦。咁一個就係 inflation 嗰個 I 咧，通貨膨脹啦。第二個就係 AI 人工智能嗰個 I 啦。好啦，通貨膨脹我哋都見到啦。上個禮拜5峰會之後咧，冇一啲明確信息話到俾佢聽咧，咦有機會嗰個海峽會重開喎。咁當其時咧，市場有啲恐慌，即刻咧就將油價咧，布蘭特期油咧已經去到109美元嘅啦。咁呢件事咧就引發到，咦市場擔心個通脹會重現啦。同時間咧，
美國公布咗嗰個生產者物價指數咧，4月嘅情況咧，亦都係自2022年3月以嚟咧升幅係最大嘅。咁呢兩個消息加埋咧，就引致到星期五咧個市場咧出現咗個比較大嘅一個回調嘅美國市場。咁其實講真啦，美國股市咧，譬如標普500咧，已經連升咗7個禮拜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認為要唞一唞氣嘅。咁正值呢個消息咧，所以市場咧做咗個調整我覺得係比較正常嘅。咁但係咧，而家嘅睇翻就係話咧，其實大家預期油價係咁升上去咧。今年內美國減息機會應該就暫時應該唔會出現嘅啦，而反而嚟睇翻咧，如果你睇翻市場話 CME 即係芝商所嗰個 FedWatch 嘅工具咧，今年年尾之前會加息1/4嘅機會咧，而家係去到40%嘅，而家50點子咧都有10%，即係話加息係有一半機會嘅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咧，其實嚟緊嗰啲公佈嘅消費物價指數啦。同埋今個禮拜都重要喎，因為幾個大嘅零售商，包括沃爾瑪、Walmart 啦，包括譬如 Target 啦，或者 Home Depot 咧，都會公布業績嘅。因為如果通脹引發到消費意欲減低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影響到呢啲公司嘅盈利。咁所以留意翻公布業績嘅情況係點啦。第二個 I 就係 AI 啦。咁 AI 今段時間就係托起成個市啦。而大家要留意咧，就係話龍頭啦 ，NVIDIA 差唔多最後一間7號公布業績嘅，21號佢會公布業績啦。大家相信咧 ，NVIDIA 使咁多錢喺發展 data center 等等呢啲範疇嘅時候咧，係期待有個回報嘅。咁所以睇翻今個禮拜佢公布業績嘅時候咧，會唔會俾到指引我哋究竟成個 AI 行業咧係咪仲係健康發展緊？咁啊，的確啊，就係啦 ，NVIDIA 好多人都會相信都會即係注意㗎啦嚇。咁啊，你頭先都講到啦，即係 AI 啦。咁其實講真，除咗半導體嘅行業之外咧，係咪其他行業即係喺呢個 AI 嘅呢個聲浪當中就即係關係不大咧？或者阿 Gary Sir 你評一下？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 ，Peter。我哋見到 AI 咁，一定係最直接諗起芯片股啦，係咪？咁或者一啲相關，譬如就 Google 嗰類應用 AI 好強嘅公司啦。咁但係其實好得意發現呢段時間咧，有一啲傳統嘅行業咧，都受惠咗喺 AI 嘅情況底下嘅。首先咧，如果你睇翻建造同埋工程業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升咗21%，其實個表現仲好過芯片個行業嘅。嗱，點解咧 ？AI 一個唔可以話缺嘅，頭先提到啦，其實要建立大量嘅數據中心嘅。咁喺數據中心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好多重工嘅機器嘅。咁大家好熟悉啦，有間100年嘅老店 Caterpillar， 即係黃色鏟泥車嗰間公司咧，其實佢都受惠緊喺呢個 AI 熱潮裏邊。嗱，其實除咗挖泥機啊嗰啲吊臂之外咧 ，Caterpillar 一個好重要嘅業務線咧，其實係做一啲發電機嘅渦輪嘅。咁所以一方面要起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另一方面咧，因為 AI 需要大量嘅電力嘅時候咧，呢啲發電機或者相關嘅渦輪嘅需求咧都非常之大嘅。最近 Caterpillar 公布咗啦，佢喺2030年之前咧，會將呢個渦輪嘅生產嘅數目咧係倍增咗嘅。個投資倍增咗嘅，呢個係佢15年來咧最大嘅一擴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過往嗰20日咧 ，Caterpillar 股價咧都升咗11%嘅。咁另外啦，輝達咧個零禮拜前啦，都公布咗一個會投資喺5億美元喺康寧呢間公司 Corning Incorporated 呢間公司嗰度。嗱，康寧我哋一聽到咧，如果大家有煮飯就知道啦，係咪出廚具嗰間咧？冇錯，康寧呢間公司咧係一間老牌175年嘅公司，係出好多呢類嘅產品，玻璃產品，亦都有個好出名嘅大猩猩玻璃咧，又應用咗康寧煲嗰度嘅。咁但係咧，其實今次佢受惠唔係響呢啲煲嗰度，因為其實早喺1998年度咧，康寧已經將呢啲業務咧就分拆咗出去嘅啦。佢而家反而着重係做咩咧？頭先阿 Nicky 提到啦。佢做好多玻璃同埋光纖嘅科技嘅，嗰啲 fiber optic 嘅 technology。其實蘋果嘅手機屏幕咧，全部係呢間康寧去提供嘅。咁另外咧，喺手機嘅基建即係 AI 基建當中咧，其實一個高速低損耗嘅光纖連接咧係好重要嘅。咁而對呢個 AI 運算功能亦都係好非常之緊要。咁而康寧能夠做到呢啲咁強嘅 optic fiber 嘅時候咧，亦都輝達同佢合作咧。康寧嘅股價咧，喺短嗰10零日內咧，都升咗12%，亦都不斷創歷史新高嘅。咁另外睇翻康寧股價咧，其實過往1年裏邊咧，其實升得好犀利嘅，由
差唔多1年前嘅$44度啦，已經升咗3倍，去到5月13號咧211蚊呢個高位嘅啦。咁所以兩間傳統公司都受惠咗向 AI。第三間大家可能諗唔到啦，就係話咧，我哋洗手間嘅時候咧，會見到日本牌子叫 TOTO 嘅 TOTO。咁其實你會見到，咦，其實 AI 同馬桶有咩關係咧？其實原來半導體呢個裏邊嘅成分咧係有好多陶瓷喺裏邊 ceramic 嘅。咁而 AI 需要啲半導體大量半導體嘅時候咧，亦都帶動咗陶瓷嘅需求。而 TOTO 其中一個業務線咧，就係做呢啲半導體嘅陶瓷嘅。咁呢個公司啱啱地都公佈咗咧，佢哋呢個業務線最近嘅銷量咧係增加咗1倍嘅。亦都宣布咧就係話嚟緊咧呢條業務線咧會成為佢核心嘅業務，佢唔會將馬桶咧成為核心業務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呢個 TOTO 最近嘅股價咧，亦都創咗歷史新高，喺過往20日之內咧，亦都升咗28%嘅。咁所以你見到 AI 嗱，而家究竟點樣受惠於下游嘅行業，我哋未知嘅，但係似乎喺上游咧，仍然好多機會我哋都發掘。不過我都好似同 Nicky 咁講啦，呢段時間升得太急啦，我諗大家要等一等有啲回調，等到翻即係個位調翻啱嘅時候，再加埋輝達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再考慮點樣去處理。好嘅，唔該晒 Gary Sir 啊，咁各位朋友不妨留意啊，頭先有3隻啊，同呢個即係人工智能啊，起碼係間接有關嘅一啲嘅個股嚇。好啦，咁時間嚟到呢度咧，我哋呢一集嘅中銀直播間咧又差唔多啦嚇。咁結束之前咧，就我先問啊 Gary Sir，頭先講個股你有冇持有㗎？係，我有持有 Corning 呢隻股票嘅。OK， 唔該晒。Nicky 咧？我冇持有頭先所提及嘅股份嘅，唔該。好嘅，唔該晒。咁我本人亦都冇持有上述嘅個股嘅。好，再一次多謝大家。咁下集再見啦，多謝晒。